大家好，歡迎翻到嚟 JM9LG 嘅 GPGM9 2025，又係我肥王啦。唔知大家有冇發現上個星期唔見咗我哋呢？真係唔好意思啊，肥王呢掛住交功課，實在太忙啦。咁加上上場呢真係非常之咁悶啦，我都係睇翻重播嘅啫，冇睇正賽啊。咁上場呢就係呢個 Bezzecchi 攞第一啦，細佬就攞第二，Acosta 攞第三啦。真係非常之悶，所以亦都冇乜嘢好講啦。等我哋直入今場華倫西亞尾站啦。今場呢，華倫西亞尾站grid 呢就係 Bezzecchi 攞 pole position 啦。第二係細佬，第三係 Digia， 第四係 Alfred， 第五係 Acosta， 第六係 Walo， 第七係大師兄，第八係 Jack Miller， 第九係 Eldiga， 第十係 Joan Mir。至於呢 Bernard 係排第16起步嘅，陰公啦。衝刺賽起步呢，細佬一夜上咗頭位啊，之後就 Acosta， 第三就係 Alfred。Walo 第四 ，Digia 第五啊，頭位起步嘅 Bezzecchi 就排第6嘅。第二圈就有黃旗咯，原來係 Joan Mir 同埋 Luca Marini 炒埋一碟啊，兩架 Honda 陰公啦。去到第三圈呢 Jack Miller 爭啲射咗出去啊，就影響到身後嘅 Eldiga。Brad Binder 就乘機爬咗佢兩個頭啦。Jack Miller 咧就被罰呢個 drop free position 啊，但係佢又冇執行到啊，所以之後咧就俾人罰咗一個 long lap 嘅。同一個圈嘅科希馬田啊，收唔切車一嘢衝咗出街啦。雖然好彩咁兜得翻入嚟啊，不過睇佢個樣，今場都係包尾㗎啦。唔緊要，佢都係出嚟試下車嘅啫。第五圈啊 Bezzecchi 借住呢個阿皮之力啊，一嘢大直路啊，爬咗蛙路頭啊。上翻嚟第五啦。前面嘅 Alfred 同埋細佬嘅第三之爭都好激烈啊。Alfred 隔咗幾站之後呢，又有鏡頭睇啦，又係出現翻喺頭嘅幾個位啊。最前面排緊第一嘅細佬啊，就拉開咗好遠嘅距離啦。第二位嘅 Acosta 都係獨跑緊啊。之後幾圈就冇乜特別啦，直到衝線啦。賽果呢，結果就係細佬嘅第一，Acosta 第二，Digia 第三，Alfred 第四，Bezzecchi 第五，大師兄第六，Walo 第七，Brad Binder 第八，奧古拉第九，Sarko 係有第10嘅喎。嚟到尾站嘅正賽華倫西亞站啦。搞完呢一站呢，大家都係收 lead 㗎啦。今個年度勁搞笑喎！話說喺 sighting lap 完咗之後呢，翻去個 grid 嗰度啦。跟住之後呢，大師兄竟然俾代班嘅大姨卡咗下，成個瞓低咗。都搞笑嘅。跟車太貼嘅意外啦。所以呢，大師兄呢就要翻到去 pit 嗰度起步啊。直情冇跑到啦。今次呢起步呢 Bezzecchi 終於冇怠慢啦，一嘢叮當碼頭，嗰啲唔係叫叮當碼頭，佢一嘢攞咗頭位入彎啊。跟住衝刺賽嘅 Jack Miller 場面重演啊。不過今次呢就係 Sarko 一嘢呢撞咗埋 Bernard 度啊。不過今次呢就嚴重啲，因為 Bernard 呢就衝咗出去食草呢，就炒咗車。講真，酒駕仔今年呢都係流年唔係幾好啊。講真，中段有少少悶嘅，其實都係睇 Alfred 同細佬爭第二嘅啫。Alfred 咧嚟到第12圈有一個非常之靚嘅超車鏡頭啊。去到第16圈啦，科希馬田係退賽啦。據講咧，佢係因為要出嚟咧罰翻個 long lap penalty， 費事咧將個罰則咧就帶到去下年同時出嚟試下車啦。因為今年講真都冇乜點揸。賽事去到第20圈啦，排第4嘅 Acosta 過咗細佬，彈到上嚟第3啊。跌到落第4嘅細佬啊，仲要一嘢俾 Digia 爬埋頭添啊！前面嘅 Bezzecchi 拉緊 Alfred 唔夠10個車位啊，其實都好近嘅咋。去到第24圈咧，有小牛嘅退賽啦，加上咧 Walo 一個無預警嘅 low side 咧，又炒埋車。前面嘅 Digia 就爬埋 Acosta 頭啦，上到嚟第3。最尾呢個尾站嘅賽果啦，攞第一就係 Bezzecchi啦，第二就係 Alfred， 第三係 Digia， 第四係 Acosta， 第五係 Eldiga， 第六係細佬，第七係 Luca Marini， 第八係 Binder， 第九係 Jack Miller， 第十係 Nini 啊。至於車手積分榜方面啊，第一二毫無懸念啦，就係呢個馬昆斯兄弟嘅包辦。不過早兩場先講緊 Bezzecchi 喺個總積分上面有機會爬過第3嘅 Bernard 上到嚟第3，點知兩站之後啫 Bernard 跌到落第5，Bezzecchi 排第3， Acosta 排第4喎。有留意嘅話呢，呢個細佬今場嘅皮呢係銀色啊，就係為咗預祝呢佢已經攞咗全年嘅總亞軍啦。至於呢 Bezzecchi 被問到點解唔着同色嘅皮出嚟呢，Bezzecchi 就話唔得啊，太 MK 啦。
咁啊，講翻今場咧比較有趣嘅事咧，就係大家啱啱提過西汀 lap 嘅時候咧，大師兄一嘢撞到落大衣嗰度喎。咁啊話説咧，其實大衣咧就去到佢個 grid 嘅 position 啦，跟住咧佢就剎車啦，想試下個 brake 啦。點知大師兄唔知係跟車太貼定係冇留意路面狀況啦，一嘢撞咗埋去喎。咁啊只能夠話大師兄真係太唔專心啦，仲撞到自己隻手斷咗添。咁嚟緊呢測試又唔使去啦，個測試其實已經過咗啦，今個星期。咁啊，大衣加大師兄呢個組合有冇令大家勾起一啲往事嘅回憶呢？冇錯啊，就係當年呢，大衣咧試過兜巴升落大師兄嗰度啊。咁啊，今次唔使升大師兄啦，睇嚟大衣都收晒火啊。咁咧上網亦都好多留言就話咧，呢個大師兄魚雷啊，一早應該收皮嘅。咁當然啦，憤怒啊唔止網民嘅，咁啊大師兄咧都有好多車手啊話過佢嘅動作係好危險啊。咁啊下年就咁睇下佢會唔會再出嚟撞人啦。咁啊Honda咧就由 D 級車廠啊正式升咗上 C 級車廠啊，咁啊限制多咗好多嘅喎。咁啊少咗胎，少咗引擎啦，做 test 嘅次數都會少咗啊。咁啊反觀雅馬哈就繼續喺 D 級啦。咁啊，今年咧，Wallow 係攞咗201分咁多啊。咁啊，至於其他3個雅馬哈車手啊，咁啊，包括 Jack Miller 啦、Oliveira 啦同埋連仔啦，夾埋咧有成190分咁多啊。咁啊，今鋪真係會考5分夾埋嗰隻啊！咁啊，下年有土耳其哥嘅加入啊，唔知會唔會改變到呢個戰況呢？咁啊，土耳其哥啊，不嬲出名喺剎車上面好兇狠啊。不過佢咧喺 SBK 度轉過嚟咧，你知啊，用米芝蓮同埋用派拉利嘅胎係完全兩個世界嚟嘅。唔知究竟土耳其哥嘅表現係點呢？咁啊，不過雅馬哈都正式宣布啊，嚟緊嗰年咧會正式將所有戰車轉晒做 V4，咁啊，直死咧將會喺呢個 MotoGP 歷史上面消失㗎啦。咁啊，另外今個星期係歐車節啊嘛，大家有冇覺得周街都歐車？就係啦，澳門格蘭披治年年都係咁啊，完全唔知究竟澳門賽車點解會影響到香港，覺得香港啲人都會出嚟飛車，要飛嘅晚晚都飛㗎啦，飛都唔會俾你睇到啦，係嘛？咁真係黐線，周街都歐車，又無論係星期六日啦，定係平日嘅夜晚啦，都見到歐車啊！不過今年澳門格蘭披治喺肥王冇睇啦，啲人話悶啊嘛，悶到抽筋，加上肥王要做功課啊嘛。咁啊，遠距離嘅香港啊，其中一樣最多人參與關於澳門格蘭披治呢個盛事就係冇錯啦，有玩車仔嘅你，嗰部1:64 Tempo 嘅911搶到嘔啊！當日咧應該係有免費派發嘅非賣品啊，唔使錢。截至今日喺 Carousell 仍然都係見到6字頭㗎，賣緊6嚿幾水啊！嗰部嘢黐線嘅，黃牛啊4全家啦，揾鬼買等你炒窿啊！咁啊點解咁講呢？事關落場嗰兩部編號分別係911同992啦，而家有得訂啦，上 Almost Real 官網先嗌緊160幾蚊人仔，未計運費，香港訂都唔使2嚿水，黃牛狗啊！唉，拜拜。咁啊，講翻今場華倫西亞，講真呢個尾場都幾悶嘅。雖然有羅倫素嚟贈慶復旗啦，但係咧硬係覺得冇乜氣氛咁。唔知究竟係冇咗啲93嘅 dirty move 啊，定還是46正式掛咗靴之後，真係啲氣氛係差咗呢？我唔知。定還是其實只係香港冇人睇啊？我唔知啊。不過呢 JM9LG 作為呢個廣東話講 MotoGP 仲係唯一活躍嘅 channel 啊，好似係啊，冇真係求證啊。咁啊，肥王就覺得其實都已經肩負咗喺香港推廣 MotoGP 嘅責任啊。咁啊，講真呢幾年大家都攰啦。咁啊，鋪路講咗咁多廢話，其實都係想講翻同上年華倫西亞同一番説話咧，就係下年其實唔知會唔會繼續有呢個形式嘅 MotoGP 嘅報導啊。咁講真啦，都未必會繼續做啦，或者未必會有呢個形式去做啦。咁其實一個賽事一條片其實都吃力嘅，因為包括寫稿啦，我啲稿唔係 AI gen 㗎，真係自己寫啊。咁啊，包括拍啦，仲有唔同嘅剪片嘅其他同事啦。咁其實大家都花好多心機嚟做呢啲片啦。咁啊，一連22場比賽啦，加上我哋之前都有做嘅喺比賽同比賽之間冇比賽嘅星期，其實我哋都有出片嘅。雖然冇人睇，我知你哋冇睇嘅，因為個 view 數係撲咗直啊嘛。其實都有好多系列嘅，咁啊包括有啲去外遊啦，有啲係玩車仔啊、成啊咁樣。有啲咧專題嘅，譬如講 rap 數啊嗰啲咧，就好似多啲人睇嘅。咁啊，呢啲咁用心嘅製作呢，其實所謂多少少人睇都唔係好多啫。反而一個
Brad Pitt 嘅 F1 嗰套戲嘅 review 亂嚟嘅，根本上就亂戰，竟然有1萬 view 啊！你覺得我係咪應該轉行咧去做咧電影 review 咧？其實可能仲成功。講真，MotoGP 嘅市場香港咁細，睇我哋啲片嚟嚟去都係得千零人。咁當然啦，JM9LG 應該就唔會執住嘅，應該啊。咁啊，6號小編之前提及過嘅咩9346嘅大戰呢，應該就有片出啩。咁啊，大家如果想睇，就得閒嗌下佢，叫佢快啲整合資料，快啲剪，快啲俾片大家睇。咁啊，不過講真，肥王開咗學啊，咁忙啊，又做功課又剩啊，咁啊入咗 U 啊，應該享受青春噶嘛，咁後生仔係咪先？咁啊講完咁多啦，最尾都要講翻句，今集嘅係今季嘅 GPJM9又嚟到呢度啦。想睇我哋嘅片，中意我哋嘅片，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撳埋個鐘仔，咁啊有新片會自動通知你。如果我哋仲有 update 嘅話，或者仲有新片出嘅話，如果你有片想睇，記得留言話俾我哋聽，我哋有機會再見，拜拜。